咱三甲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即时来到恁头前，阮要来思想教会的真理，求主你的圣神引带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看咱的周报，即个拄啊启文第三页吼，启文的部分，咱来看典卷迄个海德堡要理问答。问题55讲：你对圣道相通是怎样了解？回答讲：第一，所有的信徒拢是基督的肢体，伫伊甲伊一切的丰富甲温顺的中间有分。第二，每一个信徒就自觉伊有责任，随时用欢喜的心去使用伊的温顺，互其他的肢体得到利益。咱今仔日要来讲到圣是迄个信道相通圣道相通，这个相通这个话吼，希腊文叫做 koinonia， 这是真麻烦的。这个伫新约圣经当中出现37摆，总共有翻译做17种的翻译，安尼，所以无一个名词会当自从这个 koinonia 这个希腊文遮尔丰富的意思翻译甲好势。那亲像讲 bless 祝福、祝福、称颂，拢是共一个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嘛共一个英文。God bless you， 爱翻译做啥？愿上帝祝福你，祝福我，袂使讲祝福我。愿上帝祝福你，愿上帝保庇你。愿上帝眷顾你，拢会使翻译吼。来，我为你祝福，我祝福你，全家平安。人对人是祝福，上帝对人是祝福。咱人对上帝咧，愿荣光归乎上帝，一切的称颂归乎上帝。所以对上帝是阿乐，是称颂，我共一个字。这个字，哪一个人来，咱对上帝称颂，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搁来去祝福人，这种人叫做有福气的人，有福气，祝福、称颂、甲祝福，拢总共一个名词，表示咱的汉文是足丰富的。但是咧，这个希腊文咧，这个 koinonia 有够丰富的啦，分交陪啦。主甲你同在啦，愿圣神的相通，咱台语是反正圣神的相通。迄个使徒的祝福讲，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你三合伫咧，对不对？咱迄个华语翻做圣灵的感动啦，就是相通这个意思，嘛是 koinonia。这个腓立比的教会，因注重钱项来捐。互这个耶路撒冷遐饥荒的上帝的子女，所以这个捐献嘛是 koinonia。迄个约翰一书第1章讲，阮是甲爸上帝交陪相交，阮嘛要和恁甲恁交陪，这交陪嘛是 koinonia。咱这个华语个翻做迄个团契啊。青年团契、社会团契、服务团契，这团契就是 koinonia 啦。我信圣道相通，这是伫使徒圣经内底讲到教会的意思，就是教会就是圣道相通，是共款。安尼咱了解的时候，咱来看，咱先来看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。伊讲，你要怎理解圣道相通？伊才有讲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。咱是基督的肢体，所以咱甲耶稣基督相通，三甲交陪，所以咱对耶稣基督得到一切丰富。第二就是得到一切温顺。这是人甲上帝的交陪。交陪了后，第二项就是这个信徒就爱感觉伊有这个责任感，伊真欢喜，随时爱用伊对耶稣基督所得到温顺来。互这其他的肢体得到利益，这叫做人甲人的交陪。所以才有两项，就是人甲上帝。所以这个相通的
念点文 ，communion 啊，对，咱的圣餐哦，圣餐叫做 Holy Communion， 圣餐叫 Holy Communion， 啊嘛是相通的意思。好，后来这个 koinonia 也是这个 communion， 这个意思是啥？也是英语的 fellowship， 意思是说互相分享、共同持有。哦，咱从咱土地是共同持有的，这厝是共同持有的，互相分享。啊，这有两种的意思，咱来看来，一种意思是这个徛伫的意思，啊，一种是还的意思。这徛伫的意思是讲信徒甲基督来相通，对顶面来望耶稣基督，来领受耶稣基督两项，领受耶稣基督的丰富，甲伊的恩赐。所以信徒伊有参与伫耶稣基督的事工，耶稣基督伊为咱死搁活，所以伊就用救恩赏赐予咱。耶稣基督要上天之前，伊赏赐圣神予咱，啊，伊嘛搁上天的时搁赏赐恩赐予咱。所以咱基督徒为耶稣基督领受真丰富的恩典，这叫做丰富。啊，第二种就是说有这恩赐，咱等下会来讲这。那是这圣经讲，咱嘛是甲圣父相通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3节，圣子相通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9节，甲圣神相通。拄啊，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。所以咱是甲三位一体的上帝相通，这是徛伫的关系。另外一个是还的，水平的关系是信徒甲信徒的相通。咱领受遮尔丰富，咱就爱互相啥？互相分享。所以咱互相来共款平平得到救恩，咱有共款一个主、一个神、一个洗礼，共款属伫一个身躯。所以咱是一个真合一、和谐的团契关系。啊，这个讲着啥？你问到讲，咱有这个义务，意思讲，咱信徒、咱信主的时，咱有义务甲上帝交陪，咱嘛有义务甲人交陪，甲基督徒交陪。甲上帝交陪，就是敬拜上帝、阿拉上帝，为上帝遐领受丰富的恩典。咱领受了后，领受这个恩典，咱就用以恩报恩，领受恩典来报恩。啊，报恩的方式是啥？是来分享给教会最人是基体。安尼咱了解了是，咱来看第2项，圣徒相通的基础，就是甲基督联合。圣徒相通，第一就是咱做基督的基体，甲所有的信徒拢合于三角联合。咱先来了解这圣徒。圣徒是这字面的意思是讲神圣的人。啊，神圣的人不是讲人无犯罪，不是，是讲这个圣徒的意思是讲人分别出来，互上帝分别出来，离开罪，专务来侍奉上帝的人。唔是人无罪，是人的罪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留的保护，得到赦免，得到洗清气，佮对圣神啊得到新的活命。所以一个圣徒的意思就是，我是属圣，所以是属伫上帝的意思。我是专门要服侍上帝。那这个共款的意思是啥？一个新娘哦，台湾人啦，较早要新娘要上轿进前吼，台湾人讲哦，要上轿到北卡，啥意思？讲袂富气啊啦，要上轿到北卡，啊要上轿了是迄个新娘，我毋知影你较早记有无？爱放开时，你有会记哩袂？放开时啥意思？讲在放圣地啦。你较早吼，你较早做两个小姑啊，足犀势，啊拢欺负迄大嫂吼，啊较早台湾人有一句叫做好姑嘛，好姑就是诱惑这个小姑啊，啊未注意就通人你食。啊，佮嫌讲大嫂煮菜煮了较少，吼，即个所以讲台湾人讲好锅的，这骂人个。啊，这放弃袂使佮做小锅啊，大小姐使大小姐的圣地袂使。啊，第二样的意思是讲，我爱放杀我后头所有的家伙，我后头家伙我袂使啊。放了时阵，佮用水泼去，表示你是属伫另外一个家庭啊，你是泼出去水啊。啊，咱基督徒。咱圣徒的意思是讲，咱对这个世间、对万人的中间，咱对罪恶的中间，对魔鬼撒旦的欺负的中间，互上帝咱救出来，分别做圣，
真做是属上帝人，这叫圣道的意思。所以这圣道的意思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、救恩的人啦。安尼，后来所以圣道了解是咱甲基督相通，相通就是意思讲，借着信心，甲耶稣基督这个上天坐地宝座上帝大病的这个耶稣基督三角连结，意思讲我就是我这个人，唔但仅接受耶稣为我的罪来死，死的是假，搁再为我的罪，搁对死人中搁我了，搁坐伫天白的正大病，这大病的时阵，一种温书修书我，意思讲我这人是爱为耶稣基督领受救恩，领受丰富，领受祝福，这温书祝福，我是这个领受的人。所以基督徒，咱甲耶稣基督三角连结的时阵，咱就是共款平平属伫耶稣基督，咱共款平平一个主，一个救主。咱也有份伫耶稣基督所有的事工，伊的死，伊的割活，伊的上天，伊再来，这一切丰富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伊的疼，伊的圣洁，伊的教示，伊的服侍，伊的好的模样，这拢总是基督徒共同的资产。所以咱教会是有真水的资产。其实咱的圣诗嘛，就教会最好的资产。咱圣诗2000多年来会留伫咱的圣诗的拢是经过300-400年、500-600年安尼，经过这时间的迄个安尼了，搁留落来，这上宝贵的物件。请注意咱来分别一下，这个传统甲传统主义无共咱基督徒爱守传统，但是袂使传统主义，什么意思？守传统就是讲，这个圣经内底所有教示的，经过这个时间历史演变了，搁再留落来上精英的物件，咱爱守，了解无？你传统主义就讲，那古早人做的代志咱就爱照做。以前的衫裤、伊的装塔，咱就爱照行，咱袂使有一个创新，这就唔对啊。譬如讲，请问耶稣基督有用火无？有免去无？有一个汽车无？所以咱袂使。所以美国这阿米斯这族这族群伫迄个宾州的族群，因就无爱看报纸，因就无爱用电，因也无爱坐汽车，拢坐马车。也无用电，就所以无冷气。就讲合耶稣基督相共啦。这叫做传统主义啦，了解咱就爱领受上帝这好的物件。好来，第二项就是讲，这相通含基督相通，搁了甲圣神相通。圣神相通的意思讲，耶稣叫上天了，守属圣神，唔是讲守为圣神了，搁圣神搁守属咱真多恩赐。即个咱想讲一个国家迄个国王要替伊要来处这个伊的新妇，伊的新妇叫做王妃啦，伊的囝婿，伊的新妇。这个王妃大家拢选到尾啊，拢说哇，选到尾啊，为200-300人抬甲剩10个，10个伊分袂出啦。哇，大家拢真水啊，佮真聪明。落尾带因入去迄王宫的宝藏的所在，讲。恁遮的宝藏内底，恁逐个人有人摕一项物件，恁若摕一项物件，一定属于伫你。即来请恁摕，好，逐个有迄个吹啊，逐项拢吹，吹做欢喜。独独有一个小姐，伊无爱吹。讲你敢不爱敬呢？伊讲王啊，你讲遮若所有的拢会当敬吼？对，伊讲我要讲，我刚才要敬这王主的，伊说我讲王主的啦。你有聪明对不对？我若有王主了，恁拣出来拢总我的，是不是？圣神耶稣基督圣神互咱了后，圣神所有的丰富，圣神互咱的这恩赐，圣神的规矩，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，这良善、信实、温柔，这些圣神的规矩也怎么发？大家人真忽略圣神的规矩。较重这个圣神的恩赐，这才无彩啊！那亲像讲，圣神互咱足好的珠宝，这珠宝的阿嬷有够水，结果咱要拣个阿嬷，那珠宝无爱啦。
啊，这无彩，好，所以咱来画出色甲色的相通，就是画出圣神要互咱遮的品行好的所行，好的品行，啊，了后较伫咧诶温顺，较早长老教会吼，早期的长老教会，100几年前的时候，若要选长老吼，拢注重迄个伊的品行，讲哦，这人真敬畏上帝，啊，所以呢，应该做咱长老，因为伊吼。做咱的好的模范，有圣神的轨迹。啊，即摆毋是啊，即摆做长老是讲，伊接触这几年啊，啊，伊伫社会是啥物迄个身份？哦，因囝是个博士，啊，你囡仔做医生，我讲比这外口这啦。啊，好啊，伊足侪温顺的，啊，无重这个圣神。啊，所以咱甲圣神相通，这就是安尼。啊，第三方面，圣神。甲耶稣基督相通了，咱过来就是咱圣同彼此相通。彼此相通内底有2项，一种叫耶稣基督丰富，第2项就是耶稣基督的温顺。好来，咱来讲这个丰富。耶稣基督伊收拾咱真侪的丰富。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安尼讲，恁爱知影，咱的主耶稣基督伊的恩典，伊本来是真富裕。但是却为着咱诚做颂香，要还因为伊的颂香会当得到富足，所以教会有真水、真好的宝藏。这个宝藏迄有天主教吼，解说啥呢？解说讲这个圣道相通，圣道就是天主教的圣人呐。啊，这圣人吼，就是讲因这人比咱较亲近上帝，伊这人伊吼，伊在世间吼。足好的德行，所以伊呢积真侪，积真侪这宝藏啦。啊，即摆上天了后呢，咱也通过这个圣道，比如讲，我有一个好的朋友，然后讲，丹牧师，我咧祈祷吼，我无找耶稣呢。讲先生，我耶稣一个来祈祷吼，伊遐吼，伊门市伤做侪人啦，迄伤假呀啦，迄袂好市啦。我安尼啊，无你找啥人？我嘛无找玛利亚，讲啊，先生，迄玛利亚，大家拢要找伊啊，迄老母啊，我拢找啥呢？圣约瑟，哦，圣约瑟，我还记得，哦，这什么圣约瑟哦，看到我来记得，人欢喜甲，对不对？伊也嘛足侪宝藏的，啊，就留互我，收拾我，啊，替我打迄个玛利亚，去打耶稣基督祈祷。啊，因就认为讲，教会真侪宝藏，真侪宝藏，其实。这个因的解说和咱基督教新教的解说不同。咱解说讲是耶稣基督本身互咱的圣道无宝藏，圣道只不过是咱的好的模范，伊做好的样秀，咱下面学习。但是咱得要亲像保罗先生讲的，讲恁得要学习我，亲像我学习耶稣基督。对，保罗伊会遐好，是因为学习耶稣基督，毋是伊有好的所行。所以咱赶快，咱并未享受耶稣基督丰富，所以伊的丰富是啥？是耶稣的主爱，所以咱得要用慈悲好款待。咱得到耶稣基督的下面，所以咱得要用下面三角来款待，这叫做可以努力团结艺术。耶稣基督的圣洁，所以咱得互相来勉励，行伫圣洁的道路，唔通陷伫这世间的样秀，迄功利主义，功利主义。所以耶稣基督公义收所咱，所以咱平平得到这个互耶稣基督互上帝称作义的人，咱得行伫上帝的道路，咱得为着这社会公义来行。这宝贵的这宝藏，这宝藏是赏赐互咱的，所以这是无人能夺去的。咱应该教会着爱真重视这种宝藏，就是信仰的宝藏。恩典的宝藏，咱偏偏用这来三角好款待。另外一种就是属灵的温书。哦，属灵的温书有智慧的言语、财帛的言语、信心、医病最先知分别各种的灵界，搁再讲方言，所以这互教会愈来愈丰富。教会人若有这有恩典，咱应该有这温书，咱得三角来用。所以咧，耶稣基督来讲一个人若得到温书吼，伊那是用5000年文，伊若尽量拍拼，搁再趁5000。耶稣基督讲，你这人是忠心搁啥？
佮有见识的萝卜，你入来享受为你所备办的丰富。啊，你一人若趁2000，一人若领2000，佮趁2000，啊，伊嘛是安尼。所以耶稣基督甲咱讲，这个温数是啥？是咱每一个人尽忠，就用咱物件摕出来就好，无必要甲人相比拼，对不对？人趁5000，啊，上帝佮予伊5000，就1万啊，佮1万做本，啊，我22000，佮趁2000，我4000尔，愈比愈害，啊，甲袂趁2万哦，我佮趁这8000，啊，愈离愈远。啊，有一个计趁1000的，有一个领1000的，唔甘摕出来，做他藏咧。啊，这个人叫做啥？叫做个分段个恶的萝卜。所以咱有温数应该来杀出来。这教会若愈侪温数，大家互相来咯。啊，每种温数吼无关系啦，无关系啦，无必要比拼，无必要拼碰啦。我捌一个丁火教会，迄个教会内底迄个扫涂骹海，在管这个会堂呢。迄个兄弟哦，伊有医病温数呢。好，教会足侪会友哦，破病啊，伊祈祷咧，都手指咧，手啊有啊，都好去呢。哎，牧师祈祷咧袂好呢，啊，为何祈祷咧都巧去呢？哎，我牧师祈祷，我这个啊，我迄阵哦，我都大家都信主的时候，好，啊，这个牧师一定有罪啦，啊，无吼，上帝我都无要用伊啦。啊，迄管会堂的哦，一定是上帝好的器具，啊，伊足清气的，上帝稳定解了吼，这叫会通电啦，啊，这个无法度，这袂通电，这袂过电，这绝缘体，啊，其实唔对啦，每一个人温数无共啦，你了解吼？每一个人温数无共啦，无必要比啦，啊，无必要比啦，真的，我一届去迄三中的时候，我出面我请迄个牧师服啦，啊，一人问讲你是新妇啊是？牧师，我讲牧师，哦，牧师好来，拜托，阮爸祈祷者，我想要甲伊讲，较会分牧师甲新妇，袂使啦，新妇啦，某有来拢巧伊，你唔种诶，哇，啊你有怎样？我有啊，啊有好来，因为天主教有一个叫做宗夫啊，临终的时来抹油，互你落，啊我有人我若迄个要过往的人，我若迄人抹油用咧，啊这手指咧。甲砍咧，就过往啊，真平安过去啦。哎，惊到死吼，这是温数的问题。啊，我感觉伊是为这个圣礼无了解啦。啊，就是讲，我讲，这牧师来袂歹，祈祷咧好，吼。啊，我也袂遐切咬啦，迄是圣神的温数啦。好，啊，咱了解吼，咱有温数出来。啊，个最后一项适度相通就是金钱的相通。金钱的相通就是讲，我得到这个金钱，我有这个财富，要做上帝的利用，做上帝的车用。袂使讲规伫我家己俩，啊！这种观念吼，这种观念咱来起做好。咱这金钱是咱是上帝管家，咱为着教会，为着上帝国，为着教会所办的学校，也是各种的事工，咱来奉献。所以，安尼这种观念吼，唔是讲基督徒是共产主义哦，唔是。耶稣基督尊重咱的个人的财产。个人的时间，个人的家庭，咱袂使无顾着家己的健康，无顾着家己的家庭，无顾着家己的事业，全部拢奉献，安袂通？安了解吼？是这个物件了后，咱应该过来照咱的财力来奉献。有一个教会吼，叫人全部拢奉献，结果有一个姊妹哦，自从伊2个囝读大学的注册费、甲宿舍费拢3亿奉献。啊！伊大因太太讲，太使安尼哩咧，安尼囝免怎注册，讲合法，安尼较影响上帝。哇！伊气到要死，哇！咱2个囝咧要，啊！落尾伊转去也要教会，但迄个牧团队才讲你太太鼓励阮的囡仔，阮太太安尼做，啊！落尾真甲可以摕出来。嘿，无必，哎，讲你若顾上帝的家，上帝就顾你的家。捌听过这句话无？哦，这句话较会使安尼讲的咧。啊，一个牧者嘛安尼讲，你若顾上帝的家，上帝顾你的家，你都毋免好啊，毋免拍拼，啊，免啥个，啊，上帝就你，啊，结果咧，啊，伊囡仔无咧顾，咱知影台中较早有一间教会哦，真大的教会，这人伊较早伫中国大陆上海的时阵，伊的教会1000多人，啊，伊足认真拍拼，含伊的牧师娘去拍拼探访啥个，结果因兜无人照顾，全火烧。伊3家拢烧死，安太太拢起笑。
敢有必要安尼？无啦，上帝是免叫咱量力而为，互这金钱应该照应该奉献的应该奉献。那这1/10是上帝奉献，其他部分咱爱照咱的力量一步一尽量来奉献，啊，毋是要叫咱变做共产主义。所以到耶稣基督到尾啊来到这个世间倒转来，第2摆来的时候，伊要叫咱检讨，去顺耶稣基督。咱看一个真阳光的耶稣基督，会来对咱讲：我赤身裸体，你互我穿；我伫病院咧艰苦的时，你来看我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来享受我的阳光。你会感觉讲阳光的耶稣基督啊，啥事你当时捌安尼？伊讲你做伫这个至微小的心上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做上帝金钱好的管家，来开努力哦，互真侪人因为咱得到帮助，得到帮助。迄个卫理公会吼，有迄个有一种奉献的制度，就是叫这个姊妹无上班的姊妹。因1礼拜奉献5块的美金，5块的美金。你茫看呢？按每一届吼，逐年每一届，为你讲话每一届吼，有那几百万呢。咱台北嗰个卫理女中，就是迄奉献钱撒出来，专门做这救这困那个。卫理讲话的 MYF 吼，迄青年团体、少年团体，逐礼拜奉献，较早5块，啊，这嘛是50块。啊，你买奉献多也袂使，奉献一定要奉献安尼，啊，要做另外你的心愿。这教的，就是讲有这个制度得的，安尼有迄个计划，安来做，啊，咱为咱的世界来教示。我哋校方团结咧廖浩哲牧师，伊去到伫这个瑞典的时阵，去参加瑞典全世界校方团结聚会，参加一个时阵讲，是咧，阮即时要来插一个临时的一个节目，啥嘛你敢知？因个囡仔转出来，3个囡仔。代表因全国的主流学的囡仔，隆重奉献偌济，奉献予车垦3个宣教师的家庭去做宣教事工。换一句话讲，迄3个宣教师的家庭，因的囡仔的教育、伊宣教的事工，甲伊这机票、甲伊所有生活费，这主流的学生奉献出都有够遐。这种的迄落情势，咱就爱教，互咱的囡仔开始有着知影讲，我趁的金钱是要为着上帝国的利用，咱三个来祈祷。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，互阮的恩典满满，互阮的恩赐多多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阮自将这阮所得到的恩赐、恩典。会当成做你的车用来利益众人，互阮的教会搁较丰富，互阮的社区，互阮的这个社会会当搁较丰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无做一个自私的人，做一个阳光你的人。主带领阮的人生，引带阮的路站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